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0年2月3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產。中指研究院它出了一個數字說的是2025年各陣營房企數量仍在下滑。什麼叫各陣營呢？就是1000億房企、100億房企。這個在過去房地產高速發展的時候，烈火噴油的年代對吧？1000億房企有多少家？100億房企有多少家？那麼2025年銷售額突破1000億的房企共有10家，相比2024年減少1家。具體的企業包括保利發展、綠城中國、中海地產、華潤置地、招商蛇口、萬科、建發房產、中國經貿、越秀地產和濱江集團。100億以上企業73家，比上年減少13家。也就是這些房企都在瘦身都在減肥。什麼原因？大家恐怕也知道不光房企在減肥咱們的這個土地財政也在減肥。新加坡聯合早報昨天就2月2號刊登一篇報道，叫中國去年財政收入下降 1.7%，12月降 25%。他這麼說的他說受非稅收入大幅下降拖累，中國去年財政收入同比下降 1.7%，為2020年以來首次下降，12月單月降幅更是高達 25%。分析人士認為過去幾個月財政收入增速明顯走弱，進一步印證2025年下半年需求出現斷崖式下滑。根據中國財政部1月30日發布的2025年財政收支數據，去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就是狹義的財政收入是完成了21.6萬億，同比下降 1.7%， 相比2024年1.3% 的增速，變動幅度達到了3個百分點，就是2024年還是增長 1.3%，2025年就變成下降 1.7%， 所以這一下就差了 3%， 也是2020年以來該指標首次下滑，對吧？財政部你就把國家當做一個家庭那你家庭收入不增反減，那日子過得怎麼樣？大家就心裡有數，每個人都恐怕有機會當家做主，當自己的家，做自己的主。其中稅收收入 17.64 萬億元，同比微升 0.8%， 非稅收入 3.97 萬億元，同比大降 11.3%。 主要稅種中占比最高的國內增值稅完成 6.9 萬億元，同比增長 3.4%， 企業所得稅 4.1 萬億元，同比增長 1%， 個人所得稅 1.6 萬億元，同比大增 11.5%。 你就知道這個誰在做貢獻。光說個稅收入增長 11.5%， 胡靜老師也做了評論，他說老胡查閱了一下，申報人員前 1% 高收入者申報個稅占全部個稅 50% 以上，這在世界大經濟體中已經處於較高的位置。美國前 1% 的人群貢獻約 40% 的個稅，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約在 25% 到 35% 區間，最高的是北歐瑞典、丹麥等小國，高達 60% 以上。中國個稅增長快，而且是前 1% 和 10% 的高收入者貢獻了個稅一半以上和 90%， 這說明中國個稅徵繳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高收入者貢獻大，這首先是一種公平，掙錢多依法拿出一部分用於公共事業，幫助低收入群體，這是個稅的根本宗旨。每一位高收入者積極納稅，這是應盡的義務。胡靜老師說第二，這是光榮。如果一個人有100萬的年收入，要拿出20幾萬元繳納個稅，之後的所有收入更高出的部分 45% 都要繳納個稅，這說明此人在獲得個人收入的同時，也為社會做出了遠超普通人的更大稅收貢獻。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在我們社會裡是利益相通生態關係，掙錢越多，繳納個稅越多，這樣的納稅機制是國家推動先富帶動後富的重要槓桿。我們社會總目標是要不斷增加平均收入，低收入者有更多機會增加收入，同時通過稅收等機制縮小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这个胡静老師那意思就是高收入者交稅多，
第一個是體現了公平，第二個是寬容。顯然啊，胡錫進老師就是高收入者。這個胡錫進老師說的比較委婉啊，說我們的這個稅收啊取得了什麼成績？這話怎麼說呢？我想2025年所謂的高收入者並沒有多少，對吧？整個的大環境就這樣，經濟形勢就這樣。但是個人所得稅增加了11%，那這裡面貢獻恐怕就是所謂的高收入，也就是年薪對吧？30萬以上的，就是30萬以上。那是这個年薪30萬以上的人多了嗎？還是說他們工資漲了更多，所以個稅增長了11.5%？我想不是啊，恐怕還有別的原因。在政府性基金方面，全國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去年完成5.8萬億元，同比下降7%。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5.25萬億元，同比下降8.2%。土地出让收入4.2萬億元，降幅高達15%。分月份來看，年末財政收入出現明顯下探，繼11月同比持平後，12月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大幅下降25%。對於去年非稅收入下滑，中國財政部國庫司副司長鄭勇上周在新聞發布會上解釋稱這主要是由於2024年一次性安排中央單位上繳專項收益抬高了基數，非稅收入和稅收共同構成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常見的非稅收入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收益、罚沒收入等。國信證券研報分析，年末財政收入大幅下滑，一方面由於非稅收入在高基數下快速下行，另一方面出口退稅年末波動較大，顯著拖累稅收收入。不過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師陸挺2月2日在公布的報告中指出，12月財政收入顯著下滑，在稅收和非稅收入中均有體現，難以完全用基數效應解釋。陸挺認為過去幾個月財政收入增速急劇下滑，進一步印證他此前關於2025年下半年需求出現斷崖式下滑的判斷，也凸顯出2026年採取更積極財政政策的必要性。有專家說非稅收入佔比下降，顯示財政收入結構有改善。說這個非稅收入在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的佔比已從2024年的20.4%下降至去年的18.4%。從理論上講，這意味着財政收入結構有所改善。不過他也注意到，去年個人所得稅在稅收收入中佔比約為9%，雖較2024年提高0.9個百分點，仍顯著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平均水平的23.7%。李奧分析說個人所得稅11.5%的增幅明顯高於去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7%的增速，因此不太像是工資薪金或獎金申報基數改善所致，更可能與徵管力度或合規管理加強有關。在企業所得稅方面，李躍指出，去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9%，但企業所得稅總額僅增長1%，佔比僅增長0.05%，說明企業利潤未與生產同步擴張，利潤邊際風險仍在擴大，內捲還在繼續。也就是說通過1月30號財政部公布的這個財政收入基本上得出兩個結論，一個是需求斷崖式下跌，2025年下半年；第二個就是企業生產擴張，但是利潤還在下降，顯示內捲還在繼續。他說財稅改革必然會觸動既得利益者的蛋糕，推進過程中的難度不可低估。這個就讓我想起這個王熙鳳說的《紅樓夢》中王熙鳳說大有大的難處，財政收入在下滑，關鍵12月份下滑更厲害。我們再看看這個好消息21世紀經濟報報道說京滬深杭二手房成交回暖，小陽春要回歸。這個咱們在去年年底就說了2020年這個一開年之後這媒體天天就是吹暖風小陽春。他這麼說的中指數據顯示1月北京、上海二手房市場維持一定的熱度，成交量分別達到了 1.5 萬套和 2.3 萬套，同比增幅均超過 20%。深圳二手房成交0.5萬套，環比增長 16%， 同比增長 7%。杭州二手房成交也出現環比同比明顯增長的情況。与二手房市场相比，
受市场供應節奏等因素影響，重點城市新房市場表現相對平淡。在房價方面，中国房地產指數系統百城價格指數顯示，受成都、上海、杭州等城市改善性樓盘入市影響，1月全國百城新房價格出現環比結構性上漲特徵。受訪專家看來，開年之後房地產利好政策频出，釋放清晰的穩預期信號。2月受春節假期影響，樓市銷售節奏或階段性放緩，但春節假期之後，隨着優質地塊逐漸入市，部分房企促銷力度加大，市場需求有望逐步釋放。核心城市小陽春行情依然值得期待。也就是截止到現在所有的小阳春指的是二手房。你看这个北京商報報道說，北京二手房站穩小陽春前哨。2026年開年，北京二手房市場平穩開局。據北京商報記者統計，1月北京二手房完簽量達到15082套，連續3個月站穩1.4萬套關口。一般的是拿1.5萬套北京就是這樣的，1.5萬套是榮枯線比1.5萬套多呢就說明好，比1.5萬套差呢就說明這個交易相對低迷。那1月份北京的二手房是15082套。當然了，不光是北京你看這個深圳1月二手房錄得量創新高，為後續小陽春行情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個央視財經報道說，北京房地產中介門店諮詢量大漲，上海二手房成交量大增 24%都是好消息吧。這個經濟觀察報他也報道，當然了他這個轉的是央視的報道說法一樣。好在咱們早就說過了1、2、3、4這4個月大家會看到很多關於這個樓市小陽春穩住了，至少成交量穩住了，價格有沒有穩住不知道，所以平常心對待這個是正常情況。這個專家說2026年經濟冷暖看房價就夠了。如何判斷2026年經濟冷暖？在2026年網易經濟學家年會中，上海財經大學滴水湖高級金融學院教授院長姚洋指出最關鍵的指標只有一個，房地產價格。他認為房價走勢直接反映內需強弱，並牽引着持續為負的 PPI， 二者共同揭示了當前內卷的根源。企業面對不斷縮小的蛋糕，被迫陷入價格戰，唯有真正提振國內需求，才能打破困局。大家看視頻如果讓你在2026年只跟蹤一個宏觀經濟指標來判斷經濟的冷暖，你會選哪個？房地產價格還是這樣？那連帶的一個指標其實是這個 PPI 現在大家都不算呢，它負了多少個月了，大家已經忘記了起點了。PPI 一直是負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和房地產價格的下跌是連在一起的。這房地產下跌是國內的需求不暢，國內需求不足，所以呢 PPI 它就是負的。我們老是說這內卷是一個問題，是吧？好像呢我們的企業從來都是內卷的，這是錯誤的。當你經濟發展好的時候，你聽過內卷這個詞嗎？沒有吧？就是差不多這2年才有。對啊，為什麼這2年有因為 PPI 是負的呀，大家在爭奪一個越來越小的一個蛋糕，那它能不內卷嗎？政府該做的是什麼呀？把國內需求打上去啊！你老說企業你不能降價，怎麼可能呢？它不降價它就死掉了。我知道很多企業他不想去打呀，誰想打呀？你這不打自己嗎？你天天在降價，但你不打，人家把份額全拿走了，你死得更快。那你自己選擇吧，最後大家只能選擇，你只能打。2026年經濟冷暖看房價就夠了。怎麼說呢？目前這個主流的，對吧？尤其是外資機構認為26年房價還是要跌的他們都看好27年下半年穩住。當然了，國內的專家基本上說今年就穩住了因為這個國內的專家呢，這不穩他也得穩，對吧？如果房價穩不住，就把他們穩住。所以他們怎麼說也很正常實際上，我覺得26年經濟冷暖還是看韭菜自己吧，冷暖自知也就是當大家都覺得好像未來充滿希望，好像你也再也不擔心失業了，找工作也好找了，動不動想着跳槽了，你這個時候房價不穩它也穩住了，對吧？但你發現身邊的人一個個的這個就是磨刀霍霍像牛羊摩拳擦掌，它自然就好起來了，對吧？如果你發現身邊的人還在擔心找不到工作，對吧？大學生一畢業就失業，完了35歲就失業，活是越來越多，工資是越來越低，捲的是越來越厲害，就這樣還擔
擔心被裁。你只要這種狀況啊在你身邊很多的話，那他這個無論是房價還是經濟都好不了。不要扯那些沒用的。我們看啊，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組數字啊，一個叫毛大慶的，毛大慶大家知道吧？应該是那個他以前是萬科北京总经理，大概是啊，我应该沒記錯。這個毛大慶啊，他公布了幾個數字很有意思，他就是公布是60後、70後、80後的現狀。我們首先看這個啊，他說60後，也就是那個56歲到65歲啊，這個人口出生是就這10年对吧？一共是2.39億人。那到现在為止啊，說現在還有2.03億，也就是60後啊，已經有這個3600萬人啊畢業了，已經下車了。那這個60後呢，未婚人口是400萬，已婚的這個離婚率是15%，負債率是20%，人均家庭負債是12.8萬人，人均儲蓄是53.7萬。而這個60後的壓力來自哪裡呢？60後的核心壓力是養老保障和健康管理。60後指的就是以胡锡进老師為代表的啊，胡锡进老師就是健康管理，对吧？還有養老保障。然後他還这個70後現狀，70後那就是46歲到55歲之間，這個70後的人口一共是2.25億，目前還有2.01億，也就是70後已經有2200萬已經畢業了，提前下車啊。這個70後有800萬人沒有結婚，已經結婚的離婚率是30%，就是已經結婚的裡面10個人有3個已經離婚了。負債率是50%，就是70後啊，現在活着人一半是有負債的，人均家庭負債是48萬，不到49萬，這個主要是房貸啊，房貸占75%，人均儲蓄約26.3萬。那個70後核心負擔就是贍養老人、支持子女、職場轉型。那80後啊，80後就是46歲到37歲之間，出生的人口是2.23億，現在還剩2.12億，就是80後已經有1100萬，對吧？提前下車了。這個80後裡面，至今有1600萬人是單身，就是37歲了到46歲啊，1600萬人沒結過婚，已經結婚的45%已經離婚，也就是已經一半人已經離婚了。這是80後的現狀，超過88%的80後處於負債狀況，人均負債22萬元，主要債務是房子。所以你看啊，從這個60後、70後、80後來看，確實啊，60後是最幸福的，這個符合了那個網上流傳的，對吧？這個朝氣蓬勃的老年人，生無可戀的中年人，死氣沉沉的年輕人。這個70後、80後算中年人嘛，對吧？這個大部分人都有房貸，尤其是80後，這個80後將近10%的人還沒結婚，沒有結過婚，打光棍。那所以就這個情況，專家還指望着房價能穩住，你指望着誰買房呢？我們再看一組數據啊，你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這個有媒體統計啊，說上海不同總價段的二手房成交套數占比，剛才不說了嗎？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二手房不是火爆嗎？回暖嗎？你看啊，上海給我們印象中都是豪宅的吧？上海二手房成交套数占比啊，我看了一下，它是1000萬以上的房子啊，成交2025年占比不到5%，也就是上海二手房成交1000万以下的占95%，其中200萬以下的占42%。如果按300萬算的話，300萬以下的占64%，也就是上海二手房成交裡面2/3都是300万以下的，这個就已經說明問題了啊。如果劃檔劃在400萬的話，那就是77%的成交是在400萬以下二手房，所以這個數字就能說明很多問題。但是30萬一平的豪宅，對吧？2億一套的房子，日光佔據了媒體的頭條，每天報道的都是這個。我想啊，北京、深圳、杭州大概都是這種規律啊。所以你看，這個上海今天出台了這個措施啊，救市措施啊。財聯社2月20日電說，上海啟動收購二手住房用於保障性租賃住房工作。他是這麼說的啊，上海市住建委有關負責人在簽約活動上表示啊，上海開展收購二手住房用於保障性租賃住房工作。上海市浦東新區、靜安區、徐匯區作為首批試點區，他這可不是什麼外環外，對不對？人家徐匯區、靜安區啊，都是核心城區，對吧？第一批擬收購房源將着重房型匹配、布局合理、配套成熟、交通便捷等特點，盡量精準匹配各領域人才職住平衡需求，為更多青年人提供優質居住選擇，為城市核心產業發展築牢人才支撐。上海市住建委有關負責人表示啊，上海將強化供給與需求匹配、租賃與購置聯動，形成政
策引導、市場運作多方協同、群眾得益的良好格局。同時，上海還將推動保障性住房筹措模式創新，探索在二手房市場中收购存量住宅，进一步拓寬保障房源筹措渠道，並通過存量房源收購有效縮短建設周期，優化區域布局，完善房型結構，加快形成有效供给。它这個什麼意思呢？就是3年前啊，各個地方搞得如火如荼的，那叫什麼以舊換新呢？浦東、靜安、徐匯3區啊，叫收購二手房用作保障房，由中國建設銀行提供金融支持，各區公租房公司作為收購主體。根據這個網傳的政策內容，持有2000年前，就是2000年前竣工的單套70平以內，總價400萬以下的業主，可以把房子賣給公租房公司，然後用這筆錢去買本區的新房，這不就是以舊換新嗎？這個怎麼說呢？我總感覺這個就是叫應景，這個有什麼用呢？剛才咱們說了一組數據，對吧？上海二手房成交77%都是400萬以下，你看看人家收购也是卡在400萬以下，老破小，单套70平以内。他这個想法是好的啊，咱們以前節目介紹過，那就是比如你手上有個老破小，然後你不是有錢了嗎？想改善，你想改善呢，這個政府就認為你，那你是不是沒有首付啊？你把這個房子舊房子賣掉，然後你變成新房子的首付，改善嘛。好，有的人這個舊房子他老是賣不掉啊，你只有舊房子賣掉了，你才能去，對吧？新房子交首付，政府就說了，那乾脆我把你這個舊房子給收了，賣給政府，給你錢，讓你拿這個錢呢，你就直接在本區，对吧？哪個區給你掏的錢，你就在哪個區買新房，這不就以舊換新嗎？這我就在想啊，那什麼樣的人會把房子賣給政府呢？如果是我的話，我賣給政府占便宜我就賣。比如現在市場價是400萬，政府是450萬收，那我就願意。如果現在市場上，对吧，找個中介來問問你400萬，政府現在380萬收，那對不起，我為什麼賣給你啊？難道你還能強買強賣不成？對吧？那政府當然也不可能說我跟你倆非親非故，我為什麼多收你的錢呢？或者不是多出錢買你的房子呢？所以這裡面就有道德風險，對吧？我是韭菜，我是普通老百姓，那你跟政府交易你占不着便宜，因為他是在本區內操作。那本區內那些小頭頭的吧，頭頭腦腦的小幹部，誰還不認識幾個人呢？這房子本來是300萬，那估價380萬，本來是100多萬的，估價個300萬。也就是你看政府你拿什麼標準來？你本來這個老破小就沒一個統一標準呢，它跟新房不一樣，對吧？新房它這個2000年前竣工的房子，你跟它有理講嗎？那不是千奇百怪的嗎？那你說那個中間這個空間有多大吧？就貓膩，對吧？水分。那新房是越來越標準化，那老公房过去的房子，所以說我覺得這裡面第一個是這極大的道德風險，灰色地帶，願意賣的恐怕都有問題，也不能這麼說全部啊。那就真正我這房子如果我真的是要換個大房子改善，那我不一定說，對吧，非要賣呀。我這個房子是老破小，對吧？這個他肯定對那個位置都有要求嘛，在徐匯，對吧？浦東、靜安這個地方也不愁租，那我把它租出去不就完了嗎？我租出去，我再買這個新房改善的，對吧？沒毛病吧？如果這個房子不好租啊，那政府把它收去之後做廉租房，那他租給誰呢？對吧？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說，你說政府就這麼收啊，他是這棟樓裡面收3套房，那個小區裡面收2套，我不知道他怎麼管理啊。那這工作房那就像那個插花一樣的，对吧？這兒插一點，那兒插一點，那你說管理怎麼管吧？又得安排多少人，對吧？有編制吧？得吃皇糧，管這些東西。我記得其他地方不都搞過了嗎？這最後是雷聲大雨點小。我記得以前搞的最重要的不是鄭州嗎？对吧？鄭州那個叫什麼祝總集團下場公開收多少套房子，而且還列了這個准令狀啊，要多少萬套啊，最後好像都不了了之嘛。怎麼上海就能搞得更好是嗎？就大家想象一下，你这個房源分散在各個小区，然後政府把它收到手上之後，那房子，然後那房子又不歸政府管，那物業肯定有小區的物業啊，政府做房東。你說整棟樓整個小區是政府收了，那政府可以統一管理，對吧？這物業都管上了，你這個還靠點譜，對吧？我覺得這種插花式的啊，房源分散在各個小區各個樓裡面，我覺得這個管理成本得多高啊，對吧？你願意花這個錢，不是把錢補貼給韭菜，讓韭菜便宜的買房得了。從這個說明什麼呢？說明黔驢技窮啊，說明也沒招了，又被專家坑了，對吧？專家這個拍腦門，建議地方政府收儲，以舊換新。說來說去啊，還是這些不着調的專家害人不淺。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